健關部有一份叫做愛加倍嘅禮物包，係讓你送俾剛確診或者患癌症嘅親友，讓佢知道你在乎佢，而且十分願意陪佢一齊去面對。喺禮物包裏邊有一本叫做《癌症療程手冊》，係為癌友提供咗一啲基本嘅指引同埋輔導。另外，生命見證集就讓癌友知道佢哋並不孤單，係有好多同路人。喜樂嘅心，人人想得。喺呢份單張裏邊，就可以鼓勵到癌友點樣喺逆境裏邊仍然保持喜樂。另外，我哋仲預備咗一頂保暖帽，同埋一個覆診用嘅文件袋。呢啲貼心嘅關懷，再加埋你哋同癌友不斷嘅支持同埋同行，相信係能夠成為佢哋好大嘅鼓勵。如果你哋想索取嘅，請掃描以下嘅 QR Code， 或者致電我哋健關部啦。願主祝福你哋嘅服侍。